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好，我想同大家一齊諗下神造呢個世界幾咁奇妙。詩篇104篇第24節，神話：耶和華啊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滿了你的豐富。神造好多好多嘢，天上地下。好多，從我哋眼見嘅、眼唔見嘅，食得嘅、食唔得嘅，用嘅好多嘢，神所創造。咁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思想天上嘅雲彩，其實就係神俾我哋有雨水喺天上嚟到呢個世界。聖經咁樣寫：神喺水當中立樓閣嘅棟梁，用雲彩做車輦，借着風的翅膀而行。好深啊！呢度大衛感謝神話，神造各樣天地萬物好多。神喺水當中做咗高樓大廈，樓閣即係高樓大廈，用雲彩為車輦。雲彩喺天上，天上啲雲有彩色嘅叫雲彩。車輦即係大貨車。神用天上嘅雲彩當做係大貨車裝水嘅大水車，然後借着風嘅翅膀而行，即係叫風將呢啲嘅雲彩吹去神要佢去嘅地方，好遠好遠嘅。咁呢啲大水車呢，如果喺地上啊，要嘥好多電油，要好大嘅車，喺路上走呢，係死到交通呢係大嘅大塞車啊！但係喺天上咧，好奇妙噶，神就用雲彩嚟到代替車，就話神用雲彩當做大水車，裝住好多嘅水，然後俾大風將呢啲雲彩、將啲大水車吹去好遠好遠嘅地方。我想同大家解釋呢一句聖經係好奇妙嘅事情，我哋要為咗呢件事情喺度感謝神啊！雲彩做大水車，係神喺天上，神喺天空中，喺水當中，神預備咗好多大水車、大水庫，即係高樓大廈攞嚟裝水嘅樓閣的棟梁，即係高樓大廈喺天上。呢個係好奇妙嘅事啊！感謝神，大家見到天上嘅雲彩，尤其是係太陽出嚟嘅時候，好靚嘅。如果你有機會去頭頓啦，咁你就見到頭頓有好多好靚嘅雲彩。尤其是你有機會朝早起身睇太陽出嚟，睇日出，咁個太陽啱啱出嚟嘅時候，照喺個天上邊。嗰啲天上嘅雲係好靚好靚㗎，我揀咗一張圖畫俾大家睇天上嘅雲彩。其實天上呢啲嘅雲彩呢，係神攞嚟當做係大水車嚟到將天上嘅水搬遷去遠嘅地方。嗱，從我哋喺越南嚟睇呢，越南有一條河喺中國雲南省一路向南咁樣流落嚟嘅。雲南嘅意思即係喺中國嘅大地上邊好多雲，喺雲嘅南邊嗰個地方叫做雲南。雲南落嚟呢就係廣西，廣西落嚟呢就係粵北。粵北再繼續落嚟呢，就係越南。咁但係有一條河呢，從雲南、從昆明、從天山嗰度流落嚟，咁一路流到經過寮國，經過柬埔寨，然後經過越南，好奇妙嘅。神好錫越南。特別俾越南呢個地方呢，有好多嘅恩典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咁越南就冇咁靚，
就冇咁豐富，就冇咁多人住噶啦。因為越南係可以生好多嘅米，生產好多嘅米啊。越南嘅下陸省咧係一個大米倉嚟㗎。嗰啲田咧、啲水稻咧種好多好多嘅米。喺越北又有一個喎，喺越南有一個喎。所以咧，人哋話越南咧就好似一個人挑住一條擔挑，有兩個籮，一邊咧係越北，一個係越南。呢兩個籮裝住嘅都係穀米啊、水稻啊，即係話越北有一個好大嘅平原，係呢個深行嘅河嘅草平原，佢生產好多嘅稻米。咁尤其是係南越嘅下陸省啦，有好多嘅稻米，係好奇妙㗎。咁能夠有咁多嘅生產啦，係因為有一條河，呢條河叫做湄公河。湄公河從廣西，從雲南到廣西，然後流過去越北，流去呢一個寮國，然後喺寮國流去柬埔寨，流經過泰國，流經過柬埔寨喎嚇。咁柬埔寨如果佢繼續咁樣向南流落嚟呢，因為係從北邊中國一路向南啊嘛，流嚟流到去泰國，流到去柬埔寨嘅時候呢，如果佢繼續又再向南啦，咁就流出去富國島，咁出去就係出大西太平洋啦。咁越南就冇福氣噶啦，咁就唔會有咁多人住喺越南噶啦。但係呢，神佢安排好特別嘅，神好錫越南嘅，咁就俾湄公河啦，一路由北咁樣流經過好多個國家，之後就流到柬埔寨。喺去到柬埔寨嘅時候咧，忽然間呢個係地理環境啦嚇，呢個係神嘅安排啦。條河轉彎喎，河識轉彎㗎嚇，因為照住地高低嘅形勢啦，咁啲水係向低嗰度流，流下咁咧就變成條河啦。流得越耐咧，嗰條河咧就一路深㗎啦，因為啲水喺嗰條河度咁樣流。咁喺柬埔寨咧，湄公河咧轉彎就轉咗向東喎。向南一路咁樣落嚟，跟住咧就轉咗向東喎，大轉彎喎。咁當佢向東嘅時候咧，向太平洋呢邊咧，咁就流咗嚟越南啦。流咗嚟越南咧，就流喺越南嘅下陸省。咁流到嚟下陸省嘅時候咧，就分咗好多嘅細河出嚟。咁所以下陸省咧係sông nước miền Tây。呢個越南嘅西部叫做西部嚇，其實係南部西部。咁咧有好多河流㗎，好多人咧撐船。幾十年前，成百年前，冇交通工具，冇咁多車，冇咁多公路嘅時候咧，好多係靠條河，大船細船咁樣。到而家都仲係靠船㗎，因為有好多河，好方便啲船隻喺度運輸貨物咁樣。咁一路咁樣流啦，流出去太平洋，就經過越南好多個大城市、細城市，然後咧呢一個流出去大海。咁當佢流出去大海嘅時候咧，佢分咗去9個河口流出去太平洋，分咗9個地方喎。咁其中咧，Bến Tre Cần Thơ Sóc Trăng Sa Đéc嗰啲越南嘅城市咧，都係有呢啲河咁樣流經過。因為有9條河流出去嘅大海啦，咁湄公河喺越南嘅西南部棉帝嗰度咧，就改咗個名啦，就叫做sông Cửu Long九龍江。九龍江係因為湄公河分咗9個分叉，9個分叉好似9條龍噴水出去嘅大海咁樣。呢啲係好奇妙嘅事啊，係上帝嘅安排啊。咁所以越南咧就有咁多水，有咁多落咁多雨，咁然後咧就生活好豐富，種嘅嘢種乜嘢都生得好靚。點解呢？我哋就要講翻神創造嘅偉大，神創造嘅奇妙啦。就係神喺天上面
俾一啲嘅大樓或者一啲大水庫、大水池裝住好多嘅水喺天上，然後咧又俾有好多嘅雲彩當住好多大水車裝住啲水，然後咧就叫佢飄。嗱，我俾你嘅問題要問你嘅就係，希望大家討論一下嚇。從太平洋喺東邊，每一日俾太陽曬，咁就好多水蒸發上天啦。好似我哋煲水咁樣，水滾咗咧，如果你唔熄火嘅話，啲水繼續煲，你個煲又乾咗噶啦，啲水唔知去晒邊度啦。其實啲水咧就係睇住啲水蒸氣，就係啲水氣、啲煙咁啊，其實水氣嚟噶，一路咁喺你個風爐上嗰一路升咗上去上高。所以你嘅水滾之後，你就熄火啦。嗱咁。當太陽好猛烈咁曬落太平洋嘅時候咧，有好多水係俾蒸發，咁樣就上咗個天嘅。咁如果上咗天之後，跟住佢又落翻嚟，咁咪落翻太平洋，咁啊冇用處噶啦。升上去又落翻嚟，你曬幾多太陽，升幾多水上天，又或者幾多水落翻嚟都冇用處嘅。神造世界啦，係俾好多嘅水喺個地球上邊。咁好多水咧，神就話將啲水分開。根據創世記都記載話，神要水分開，所以話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，將水分為上下。咁神就將啲水分開咗喎，上邊嘅水就係雲彩，地下嘅水就係海洋河流，好多湖好多水。咁中間咧就係空氣，咁神就做咗空氣出嚟。咁將空氣下邊嘅水同埋空氣上面嘅水分開咗，事情就係咁樣成就咗咯。咁我哋人咧，同埋動物咧，同埋樹木咧，就係生長喺呢一個空氣當中，即係從個地度慢慢生上嚟。我哋咧又喺呢個地上面嚟到起屋，我哋喺度生活。咁喺我哋嘅腳下邊咧有水，即係河啊、湖啊、海洋啊，仲有喺我哋嘅頭上面又有水。就係天上面嘅雲彩啦。咁我同大家解釋呢一句聖經。嗱，呢個係詩篇104篇解釋聖經呢度話，神叫天上有好多雲彩。咁神俾啲雲彩有啲大有啲細，係咪？大嘅雲彩就係大嘅水車，細嘅雲彩係細嘅水車。然後大嘅水車呢，神先係叫啲風去吹，好妙喎！天上啲風吹嘅時候呢，嗰啲雲彩係唔會重嘅喎。如果一重就變咗落雨嘅啦，變咗水啊，落雨落地上啦。佢唔重嘅，係水氣嚟㗎，好輕咁。啲雲一吹，咁啊吹去邊度咧？從東邊係吹去西邊，即係從太平洋咧就吹去雲南，吹去呢一個西藏，吹去中國嘅西邊。哇！從大海洋，從上海嘅外邊嘅太平洋一路吹到去呢一個雲彩，俾吹到去雲南嗰度，吹到去西藏嗰度，5000公里啊，5000個排啊！我哋喺呢度去河內啦，都係1000個排咋，5000個排啊，5倍啊，咁遠啊！咁每一日咧，好多雲俾啲風吹，所以話神係用風做使者，神係叫啲風有翅膀。即係風識飛咁嘅意思啊！神俾啲風一吹嘅時候，呢啲大水車咧，好似有翼咁樣識飛啊！神用雲彩做車輦，借着風嘅翅膀而行，咁一路行咯，向西行。感謝神向西，唔係向東啊！如果繼續向東咧，成個太平洋咁大，冇意思㗎。向西咁啊，吹向西，一路吹到去雲南啦，喺雲南嘅天上面。然後咧，神就叫佢話：好啦，落雨。咁神吩咐嗰啲雲彩，當落雨嘅時候，即係天上嘅大水車咧，就開始開水喉啦，就好多嘅雨水。當啲水氣慢慢一變一冷嘅時候咧，佢就變咗，本來係水氣啊嘛，就變咗係水粒。水粒咧重咧，就係變咗落雨咁落喺地上。當佢落喺地上嘅時候，就落喺雲南嘅上邊，落喺西藏嘅上邊。咁啲雨水落咗落嚟，咪要流咯。咁所以咧就流去兩個地方。如果我有時間同你講咧，
我就講長江。中國人嚟講係講長江。長江嘅水呢，係從雲南一路向東咁樣流啊，流到上海，流出大海啊！我想同你講呢，係湄公河，就係雲南嘅水呢，喺雲南嗰度咧叫瀾滄江。瀾滄呢個瀾滄江呢，路向南流，長江呢就係向東流，向南流，一路咁流經過好多個國家喎，咁流到柬埔寨。頭先同大家講啊，咁喺柬埔寨呢，就落去好妙啊，落去東邊，即係右手邊，咁就流去越南，唔係流出去海南島，係流經過河仙啊呢一個越南嘅其他嘅南部嘅省份啊，咁就分成9條河，就改咗名叫九龍江。咁啊流經過好多大城市啊，更特啊、沙礫啊、就笠啊，好多濕鎮啊，咁啊流出去嘅大海嗰度，呢啲係好奇妙啊！嗰啲水從太平洋升上天，俾啲風吹去到雲南5000公里以外，然後變做雨水落翻喺地上，落喺雲南嘅地上面變成河流，流喺湄公河。湄公河嘅水一路向南流，流到柬埔寨，然後神叫佢轉彎去流向越南。咁啊，其實流經越南下陸省嘅時候呢，就改名叫做九龍江，又流翻出去太平洋。大家見到水轉咗一個大圈喎，神叫水每一日咧去旅行，從太平洋升上天，又飛到去雲南，又喺雲南咪流翻落嚟柬埔寨，又流經越南，咁又先流出海。係唔係一件好奇妙嘅事啊？每日每夜不停不斷係咁樣繼續啲水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要唔要感謝神啊？為咗喺我哋越南下陸省有咁多嘅水，等到越南呢一個咁豐富嘅地方叫做魚米之鄉。魚米之鄉就係生產好多米，又有好多魚。嗰啲水浸喺啲水田嗰度嘅時候，好多魚可以捉好多魚㗎。啲住喺下陸省嘅人好豐富㗎，好開心㗎。呢啲係神好奇妙嘅安排啊！求神賜福俾你。我今日就係同你講一句聖經啫。神用雲彩當做大水車，咁你記住呢個，用雲彩為車輦。你記住呢句話就係神用雲彩當做大水車。咁呢啲大水車呢，神就叫啲水一路咁樣不停不斷咁去到5000里以外向西，去到雲南啦。又喺雲南既然間啦，又經過一個大圈之後流翻落嚟越南，變成九龍江啦。呢個係神俾我哋嘅咯，所以我哋要多謝神，我哋要認識呢一位創造天地萬物嘅主。首先我哋話神啊，我多謝你，因為你俾我雨水。你俾我哋有雨水，我哋多謝你。今日同大家係分享咁多啫，求神賜福俾你，俾你有信心。